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暗雄风法》，我是 DJ 尹。相信青岛人老眼共用，这时节是讲过年过节。一天爱抽灯不看人，大家共下来去看花灯。尤其呢，花啦必报安장的花灯，看睇以后呢，心情非常的好哦。就像今边人看到安尼现场呢有动장的花灯，气氛非常的好。安尼有请到节目当中的就是中华花灯艺术学会的王明芳王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先生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王明芳先生，各位欢喜来呀节目哈，我今家去面农总坛角色哈，告诉还是中华花灯艺术学会的先生哈。先生好哈，看到今边呢带最3张哈非常得意的作品哈来到安尼节目的现场，做得太有小记一下冇？今日也看到的哈，花灯係藝去安尼日本的哈面農師有啲盒子燈節，哈伊有請我過去參展，過然後又還去去搞花燈，好也都已經有超過2樣嘅。有出過嘅哦花燈，今日特別帶來呀節目哈，為他感染欣賞來看一下哈，佢做得每一下冇，就係。第一擺做花燈係乜嘅時節？因為開始做係細時節都好看係冇？我這個其實完全都過好畫圖，好嗰時候看到佢講嘅東西，無論嗰度意思嘅東西，我這個就會過上去去接觸。我82年時有一啲運到組織做嘅做嘅花燈嘅一啲演習，我都去參加。嗰個時我都做一條嘅，係用做嘅哦，好做嘅就從嗰時開始就開始做花燈到更加，所以開始做第條5年以後，就知道發現自家都有興趣，錯冇？然後就開始做很多嘅花燈，跟有成果冇？有做到幾多隻嘅？110以上。以上一定有哈。重點還是講有搞過人哈，一定有1000隻以上。很多嘅學生嘅哈，所以有指頭青島嘅人來加入做花燈嘅行列，錯冇？佢做一啲分享一下哈，因為還有青島嘅好朋友，大家呢共下來辦兩隻中華花燈藝術學會哈，做乜係上到去辦兩隻學會？也係88年嘅時間哈，就82年嚟學嘅時候，我就用做嘅，我用我哋原先哈，自家去哈上課那樣做樣花燈個講。我記得就88年嘅時間哈，有啲人包紙鐵絲嘅花燈嘅演習哈，嗰時都想到也個材質都比做嘅個原先咧個好嚟創作，我都去參加。嗰時參加時都北埔嘅啲哈，個年紀個睇嘅燈一條燈藝師下來嘛。都對介紹呀種嘅方式咁嚟嘅，後來我都也要教學嗰好，嗰時候都從嗰時間，都用也要包紙鐵絲，又在教嗰度先生嗰度嘅學生嚟做呀創作。所以就係老師傅先教然後呢，大家來傳承兩隻藝術，所以傳承，所以呢就要派兩隻學會大家共下來研究。也就係第2年嘅時間，89年時，我哋也很多比如老師傅，嗰啲我哋也對也會花燈有興趣嘅，我哋都講加到做一啲中華花燈藝術學會，咁我哋來做也會傳承咧，也會一啲幾好嘅一啲事情安尼。佢做咗每一下冇一度可能你講嚟做係派一隻學會還是協會其實問題特別多，你哋有遇到乜嘅困難冇？開始時其實嗰種人對花燈媽咪講嗰啲咩都想講去過年時間有小姐時都看下花燈。媽唔點樣做咩？唔點樣係來嘅就知道一定要看，就像嚟咁樣，一定抽得冇看去看，你心情特別好。我哋都交通部觀光局，味道都也要花燈可以俾社會大眾，全部人可以喺度共同參與。嗰時嘛，未請我哋中華花燈藝術學會，係去燈會去咱我哋我去嚟搞好。個屬米版嘅迄個燈會，看到嗰度競賽燈區有嘛？全部都喺我哋去
高的安尼做出来的。哦，难怪吼，最水准已高吼，每一年看到呢，做动奖，不管呢做电比的那一片吼，欣赏了就做的那一片来搞好，错冇吼。其实大家好嘅时节，会遇到乜嘅问题冇？知道冇心情啊，还你讲要做按究啊、按难啊，会抱怨冇？哦，像我哋家都暑假时就可以吼，嘅各县市嘛吼，啊家就参加都喺度欣赏。好，欣赏啊，好好诶，如又再过去教伊哋嘅学生诶，啊，佮着欣赏，如我哋不都一条一重重诶那铁丝嘛，你讲啊，欣赏，我我哋唔晓得呢，我讲唔怕诶，都7年后吼，如果有一个成品为出，伊哋讲我哋唔相信哦，啊，各位哈，我哋都真是都像公司一样诶，伊哋啊从构图哈到骨架。好，各位如这个装灯，好，各位如表布装饰，两个工厂哈，对呀，本来开始的时间要讲，哎呀，书啊，个通啊，样样诶，我都本个热熔枪啊，都多啊，呀的，我经验哦，按米香吼，嗰个人哈都会，像我哋都5点要收工诶啊，有得晚赶唔走，講呢都會禮拜有放假時間，好啊，一定會同全家人。我帶嚟鄉下做。哦，齊心協力吼，合作可能會較夾到嘅吼，鄉下嚟學習一成期啊有。雖然幾困難啦，但是哈，如果我哋有一個步驟樣嘅哈，提人高啊哈，啊都可以同一條鐵絲都變成一個有生命，好讓它亮，好讓它變成一個藝術品。哇，所以一條鐵絲真嘅一唔好使聯想吼，所以你剛剛講第一張係構圖吼，構圖嘅發現有就係一隻範本吼，範本呢本大家來做，還係講呢自家想去做3隻小豬，還係講呢明年係乜嘅年啊？用做定係話自家想。我哋通常會問識誒人哋學嘅嚇，然後會講要想要做乜嘅。要最介意乜嘅，先討論一下。係，自家都想辦法，我哋會講唔做好來。啊，伊就會講，哪有可能？我講都係有可能。偏偏我哋會講唔得。係，迄個有啲學生嘅想出去做乜嘅，通常會建議吼入門吼，會先做乜嘅。種入門啊嚇，我先提講，咁就從個安尼卡通人物，嚇，某啲小朋友自家喜歡嘅公仔，自家帶頓嘅公仔嘛可以來。不用等，就等看。安尼話，如有好看，有好看的話，安尼來做啊哈。係，如果覺得得心應手，係啊，有時要憑空想象有冇？啊，有時如果夠困難，嗰時候迄種啊初學者啊，就會建議講，伊如卡通型的 Q 版的，因為迄做寫實的哈，我迄種人來講，做人來講，總間做到唔長就唔會贏。啊，其他係 Q 版的安尼創作有冇？好，我哋只要特徵，好像大象啊，好長頸鹿啊，都提下特徵哈，做出來，啊Q 版嘛，就會捏成唔做嘅嘛嘅安尼，係愛做嘅話，可能會先做一朵雲哈，較簡單用嘅。好，所以從構圖開始，然後呢就係開始扭啊，就係鐵絲。真實的，亦都我哋咧花燈嘅生命。好骨架，好，如果要提扎出來，給扎的時間就會開始痛嘅，係冇？就因為要用一些，有時要用一些力啦，啊，唔過我哋會拿一些水乾的某個東西，必定去做輔助工具，安尼要看那個眼的時間，唔要用手拗哦，我哋會拿個水乾的，必定安尼鏟的話，鏟個眼線有冇？好，如果必定型，啊，種出來眼如果個眼。哦，所以骨架吼，骨架好以後，然後下一步係乜嘅？我哋都去做安尼電呢，都係冇電呢，都唔係多時都冇呀，係唔會亮，唔會錯，係唔會錯，係啊，我哋仲按部頭來講，吼，還是要有電呢，係，讓我哋發電最重要嘅，係啊，喺白天我哋都唱公仔安尼欣賞，係，啊都按部頭。係冇種，裡邊冇種燈咧，就唔正，看唔到，所以先種燈咧，所以大家呢就骨架老燈咧先開始，好，會錯嘅，然後呢就下一步，表布，
表布，我哋以前国做以前有冇？我哋很多灯咧都用纸。係啊，我記得係紙呢。因為近間我哋燈費哈都有攀差唔多10年，OK，戶外。唔係用紙嘅方案講啊，哈，都到迄種啊樂意。哦，就冇咧，就冇誒。冇誒，剩骨架，骨架。嗰時候後來就我哋其實如果我哋講一直研發哦，看用同嘅花燈嘅生命。佢個救到嘅，所以研究，都用布嘅，布嘅，即係安尼做衫褲用布嘅，係嘛？錯，按嗰個種啊，我哋咧骨架，係種啊做高硬長條嘅嗬，都布嘅可以2-3年，就是換一下新衫褲，就做得咧。所以骨架就係用較盤嘅、較粗嘅鐵絲，係嘛？我哋係種啊做過太時節嚇，像9年嘅話用報紙鐵絲，我哋去甲創作，我哋都用。個粗嘅8號嘅鐵，6號嘅鐵，用焊接，安尼都更硬長。嗰時生命吼，係冇用嘅太啲冇用嘅外力去提受傷害嘅話，10年20年，伊都也會新嘅都焊。都係啲嘅片，溫天火就好，係嘛？溫天火係，咁我用腳嘅摩擦嗰條溫，啊不會再嚟溫欣賞，安尼有另外一啲生命嘅。哇，真件嗬！所以呢，各位觀眾朋友，愛做出一隻花燈呢，無咁簡單。等一下，安尼先休息一下，進到節目嘅現場，安尼來談一下王先生，讓大家來了解全台灣的唯一一本呢研究花燈嘅論文咯。休息一下，等陣嚟。嘅發表論文嘅時間，就告訴大家欣賞一度嘛。而天地都講。外國都有啲論文係只寫來寫呀，做咩咯？因為香港寫案度有裡邊有實作部分嘛。如果香港家又會寫又會做，還有教學。分享進到節目嘅現場，今邊有請到節目當中嘅係王明鳳先生，佢係真有名嘅花燈先生。嘅王先生，係咪留大家講一下嗬？做花燈按久嘅，按多年，教嘅學生嘅嘛千多，唔過唔切家嗬，知道做花燈千難嘅部分係哪度？其實一般嘅民眾喺度學入花燈嗬。困難嘅部分都應該做人嘅部分啦，人嗬都係國土唔錯，做到都唔搶人。歪歪的嗬，白白嗬。係冇路嘅老奶男嗬，嗰時候也俾我哋呢一啲國土嘅，嗬，尤其是臉部嘅，嗬，也係國土嘅線條，嗬，用嚟去拉線，就會更重要嘅一啲部分。嗬，嗰時候喺種啊講奶功能嚟講，嗬，如一般來講都講做人嘅功能。如果其他的動物、植物啦，哈，就 Q 版這樣來表現都唔算係會乜嘅困難啦，係。只要有興趣做哈，就唔會有感覺困難，係。天天嚟做，然後呢天天研究。按多年啊，都專門都研究了嘅。做人，用白嚟做人，嗬，做人很成功嘅王先生嘅，佢第講呢，前後嗬，即係兩人嘅心情嘛，也專長嗬，做嚟做花燈，同時呢，我有投入千多嘅時間嚟做研究，剛才有講到呢，全台灣唯一一隻嗬，就係嚟研究花燈嘅論文，就係唔似家嚟研究嘅，留大家嚟講一下。係我94年嘅時候，我都有讀入嘅譬如教育大學，好視覺藝術研究所，好我花4年嘅時間嚟寫入嘅好論文到台灣好現代花燈研究，好係台灣現代花燈藝術研究，4年嘅時間。平常一般嘅人哈，差唔多寫一個燈藝師，哈研究一點人嘅，做一本都可以畢業嘅。我喺到同樣我哋台灣哈，也俾一個台灣嘅花燈嘅一個歷史比較完整嘅呈現，喺度研究了10年。
可是我的论文有500页。哦，按盆哈。我如花嗰多时间去也要最早先在台湾灯会，在台北灯节那时候的一些灯艺师还有我们在台湾灯会看到的一些花灯的创作，非常棒的灯艺师，我就做了一些这个记录，同伊的呢全部作品，对开始做都都从2000年到2008年嘛，半年哦。伊的线上全部有336件作品。很难记得按度伊咪有研究，如做图像学分析，嗰时候的线上其实我在采访时都推的一个心路历程，那其实，在这样的过程中去干嘛受益很多像的线上嘛，佢感通哦，因为我之前佢做佢都分析创作嘛，我说我明年的等评都会去全场逛我都翕相，嗰的等于是有展览的，我都全部都有提起了。下一论文的时候，我都提一系列题，一年年的作品排好时间。以看到时，真的是滚改一分。哎呦，其实他以这个问到伊家生命的呈现嘛，我感通。我是不是等于是我如果你提做一点那种记录。好，那第二点就是这个在写这个论文的当中嘛，其实这些等于是他们都很忙。我有时候就利用他们在一些空档。做灯的空档，这样去做采访。主题顺通等，然后等其他的当然有时遇到时间，我先上就批动来坐高铁去台北，因为先上就到台北，对台北。遇到下呀论文嘛，安尼好吧，下又再过来，再有时又安尼，到处奔波，对，走上走下，给提摆联络的时间4杂师傅全部都讲好，冇问题来采访我，系冇？全部都答应按好，这种按有心，因为呢蒙研研究过，是嘛？系啊，同样的是来是，跟我听一点都讲，这些花灯其实伊等周围其实灯会完毕，它就会在现场，有时候没有地方放嘛。对啊，一台那时候在早期的时候，伊等都，比如展览完毕，你如果拆灯了，它这些灯就直接就要把它拆解、砍掉，它生命就不存在了。做冇诶，按大送，系啊，做按旧。嗰时候也都记录有留下来的时间。它就是还保存着嘛，好，那他们其实这些灯，其实他们也是花过很多的心血，好，所以他们会感动，也是感动，对，可以是，对，做花灯的时候是抹一抹压哟，对啊，硬赶工，什么都善嘛，哎呦，所以在讲到说，有人讲说什么环保，其实我是这样对这个灯的一个部分我有一个看法啦，其实在我的论文里我也有想到说。其实台湾现代花灯的一个这个呈现我们台湾的花灯已经是国际算是10大节庆之一嘛。好，那在这样的一个灯会实际上交通部观光局它这样办每年已经在各县市这样办理，它把我们这个部分的文化传承，真的做得很好，很好。好，有这样每一个县市都有机会带动所有的民众。社区民众或是老师师生去做这样的花灯跟欣赏花灯，好，这个部分就是真的非常难得。好，第二就是我们就是中华花灯艺术学会，每年的暑假米拜暑假，只要那个我们这个交通部观光局有讲耐攀，等都去搞好的。好也部分如果可以论文嘛，就下头讲我们的台湾灯会可以变成国际10大节庆之一，也两个工厂。这工程青苔青葱油，嗰种佢嗌论文底尾嘛，如果看到呀的，所以咱们按盆所以下都非常的详细，超。跟
写论文，刚才讲到花係4年嘅時間，好，所以請有耐心。既然還記得做寫論文嘅時間，有發生乜嘅有印象較深刻嘅事情冇？老大家來分享一下。寫嘢論文嘅時間哈，實在就愛推人咧，米得欣賞咧，從用逐字稿用哈，我也要審評有嘛，好，而且手機係，都唔會咁簡單咧，因為佢做以前我遇到愛同伊哋咧，佢做以前咧哈，也俾老師最早用嘅開始做法定，我都遇到也我都係去個交通部觀光局地背嘅一個圖書館哦，去挖個資料，佢上到哪可以嘅，我都想講做完整咩，好，嗰時也嘅部分都我印象嗰啲最深嘅，遇到一簽係資料，伊哋設計也要等於是設計，又感覺佢感唔通哦，因為伊設計嘛冇辦法做到也一點，我都提定係做到嘅，整理好嘅，簽到千詳細，研究呢就會花千多嘅時間，所以其他就看到也論文部分也是佢喺論文上，你都可以看到呀，好，看一點都可以看到台灣嘅花燈嘅發展史嘅，真嘅吼，所以呢一本不愧是第一本哈，嗰時候我嘛有同喺指頭教書啊，黃東虎老師，我都提講老師。我唔會為到我薪水來加薪來，幹也變也無，我都一同也會，為到也會我哋台灣咧一啲發展咧發展咧也會，好好地寫，嗰時候我會花好多時間，我都盡量地寫好了。真件寫得當好，所以先生看睇以後非常的滿意，還問可唔可以讀個博士班啊？意思講係再讀博士班，繼續再要寫完，安尼有個多安尼記錄咩？佢這個每一下即係講按用心寫出來嘅論文，第一本，佢有最聘人係你講朋友啊、冇認識嘅人看過以後，又問乜嘅就係感動嘅話冇，又老人講乜嘅冇，因為知道呢做呢件事情非常嘅有意義，當然睇啲藝人學羅嘅都藝人咧教書啦，嗰個都藝嘅發表論文嘅時間，都教師大家欣賞一度嘛。而睇啲都講，外國都也會論文係只寫來寫呀，做咩咯？因為香港寫案度有裡邊有實作部分嘛，如果香港家又會寫又會做，又會教學，家也可能你頭個骨睇係，嗰時又感覺嗰時係有講都500頁吧，也寫有意義咩？係嗰時也部分都一啲欣賞，睇得出來，嗰時佢寫部分呢發表嘅時間嘛，幾乎也沒有修改到什麼啦，都一定啊因為講按完整嘅，係嗰時我個家都發表嘅，有啲人看到都睇得都講啊，按盤都可以做整條嘅，係啊，所以都懂好，嗰有啲朋友都翻嚟以後也是對地背跟內容真是都了解嗰度啦，有啲都講。王先生，我度買一本哦，冇出版啊。有人同我講我出版過啦，我嗰時就因為嘛公務行，我都想講，係咪退休以後嘛，我再看看啦，同樣部分再來做一啲係整理係，因為太本出版啊冇人真是冇。不過呢度呢，就係有青島嘅相片，有整理因為法定嘅手機我一本大家看所以呢，就圖文並茂嘅一本嘅博士班我做得好厲害等我嚟做法定嘅研究期待哦好啊。嘅王先生呢，老大家嚟講到，真係真有心嚟做到法定嘅研究。等一下進到節目現場呢，還有老大家嚟分享到國外呢嚟做交流，還有傳承嘅故事。你等下再嚟。學嘅種子老師有嘛？嘛觀音證，嗰時候一定漸漸嘅一定嘛有去教嘅師，我哋教嘅學生有出師嘅，一定嘛漸漸都去各地方有發言嘅地方，一定去教都會去傳承嘅喲。在深耕築巢。
分享郑州节目嘅现场，安尼呢接下来哈，继续来问一下王先生。所以讲，加有讲到，有去国外后来交流，还有传承，有去哪度地方有发现到乜嘅？我有去个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嗰度华人，嗰时候伊哋对啊中华文化尤其也要发展的部分，都有概念，佢从事。刚才人都去个教学嘅时间，好嘛？又嘛读到学业，喺劳务嘅时间嘛，读到学业。伊哋呢部分如冇像我哋也像我哋之前搞嘅时候有用报纸铁丝嘛，伊哋都用柔铁啦，因为冇办法讲前面多，法都先用。柔铁就冇包织的嗰種原先，看圓的喂，都當然的塑形的時節同束帶的時節，都緊巴啦，都冇按。但唔過我哋都用嘅束安尼貼布用安尼包那個電線的那個膠帶，人都先停在結合處，先包一下，又在那用束線再束起來，所以個功夫都加個東西。咁個味道傳承講甲嚟搞一度發現咩？嗰時我哋嘛都反正有用乜個方法，我哋都嚟考一定可以做到，唔會講個前固做來。伊哋嘅部位嘛冇辦法像我哋呀，像我哋呢就用嘅部位都用電子絲絨，也都電子絲絨，絨布啊有感覺哈，也都我哋貼拍味道做法嘅，啲藍色嘅。味道都可以進行都去現場買到某個彈性布，都用嘅布就地取材就地馬來西亞買好來，然後呢，大家就嚟用，也當然去啊，伊哋去家有來學嘅種子老師有嘛，嘛觀音證，嗰時候一定漸漸嘅一定嘛有去教嘅。我哋教嘅學生要出師嘅，伊哋嘛漸漸都去各地方，有發言嘅地方，伊哋去家都會去傳承嘅喲。在深耕做操嘅哈。跟人還記得就係4年前還有過去嘅時節，搞嘅種子教師有幾多少還記得嗎？嗰時節拍2-3年喲。哦，咁我係更加就嘅繼續做嘛。伊哋後來都去年呢，伊哋都有成立華燈藝術協會，都像我哋安尼，味道要傳承嘛，伊哋嘛有成立華燈藝術協會，也就成員嘛有2-3年，所以也都我哋另外一個成果，像恭生人樣，多子多孫哈。跟住還記得嗰兩時4年前過夜時節，其他都做本來做好有些本看冇，然後搞以後有乜個進步，有乜個冇強用，老基本來做嘅。像而家網絡咁發達我雖然嘅搞起嚟佢一定都用 FB， 冇都用 Line， 做到那都會仆我講老師也在那有問題。用錯冇哈？係有，雖然因為科技有發達啦，嘛係有一啲嘛好地方啦，都也還可以遠距教學。從基本就是嘛有啲線上做佢啲涼風做好嘅，有啲嘅成本係指導，但係有會比。意見，講那樣，那天我過一下那篇就講扭一下啊。嗰時因為像有啲有大學生有來參加嘅，嘛係哦，伊哋嘛係哦，都講老師我做啲乜個圖嘅，嘛一樣嘅，我未用安尼方式哦，雖然去搞嘅時間冇按到，因為冇辦法待咁多天嘛，唔過。也要教學，遠距教學繼續，還是有繼續應教啊，有哈，英文你就應教哈，有心嘅話有心嚟學，你就會繼續嚟教，錯冇？所以呢，啲馬來西亞呢，嘛有就會當成功嘅嚟傳承啲發展嘅藝術哈，也有除了馬來西亞，又還有去日本，錯冇？日本嘅地方都我哋呢岐阜縣，日本的岐阜縣咧，揾到啲美濃市，都同我哋一高雄咧，美濃共用，係共嘅名啊，有地節嘅姐妹城市，對，係我哋都因為安尼嘛去交流，伊哋都貼譬如講甲搶來過去，帶作品嘛，提定咧盒子燈，嘅紙都伊哋咧
纸啊，用纸用做诶，纸做诶，还用纸做诶。啊，你头摆嘛是用纸做诶，係啊，佢做以前嘅人都花燈全部都紙做嘅吼。啊，迄個時間我東西一擺啊出來都，嗰度有布嘅咪吼，有買人都看啊，用路途底下嘅材質啊，冇共用啊，對啦。啊，也部分，吼，係哋因為，像因為平安富貴吼，因為我哋面容都紙紮，都我哋咧貼色咪。我都想講，家一定有紙嘅紙燈嘅個展覽嘛。我想講，家我嘛有作品提嚟呼應咧，吼，嗰時候我都用入嘅，都想用安尼有紙，嗰也都我哋去本人牆嘛，叫做小傘。係紙紮也都貼片我哋咧紙紮嘅。面容嘅貼色嚇，又係有客家嘅發布，我哋創作嘅。好，啊，嗰時我都以前我也當過，我有噴啲亮光線，防水。哦，咁唔會篤到水後。係，一定嗰度日本咧嚇，嗰時我哋嗰時都做啲國際哦，所有好幾個國家的藝術家，他們也用他們的盒子去做了一些這樣的盒子燈，一起做展覽。那我們也是做了一個國際交流。啊，我都嗰時我哋有啲研討會，我都有講啦。好，啊講啊，唔能也都遇到迄種啊天氣唔好一樣嘅，嘛個要從喺同嗰度燈咧全部曬啊地位，冇篤到都收嚟嚇。啊，因為我講講喺燈咧要做防水咪，嚇，加布嘅要唔強咪嚇。係啊，講加唔能一樣啊，係都糖到也食嘛，都提嚟建議。啊講你做啲亞克力嘅，嚇亞克力冇到玻璃嘅一個罩子，嚇同埋咧啲燈咧，啊，當個都嚟罩上去。好，安尼都唔驚誒，啊，共用可以展覽。所以呢，哎呦，起碼做啲天數嘅個青島吼，你做做嘛要交流一下，同做談一下，做欣賞專業嘅意見吼。跟除了呢，去馬來西亞還有日本，其實呢，另一部嘅嘛有留做大量兩片呢嚟做個交流，錯冇？我嘅作品哈就最早嘅交流嘅時都2007年嘅時間哈，我有一組西式工廠嘅美濃採購。安泰一張哈，西式工廠。一個美濃我們鄉村的一個情景嘛，好就煙農啊，採煙葉的婦女啊，好為族嘅農夫啦，好為家嘅生意咧也得，好煙葉，好也得，全部嘅所有的場景都設計嘅地方，都用船運哦，好，安尼載過去。因為當泰集吼，所以北京哦，啊有啲那個大觀園，啊因為今年咧都有啲江蘇燈會，好，我嘛都做嘅我哋嘅台灣咧啲特色，好，咁我哋中華發展藝術學會，好嘛喺都有嗰度嘅湯藝師有共下，啊我要做一啲都台灣嘅溫泉嘛，我哋嘅特色嘅，好嘅溫泉施工廠嘅設計啊，用 LED 燈。可能要睇下當上跳下去跑一下啊！個路外的咧黃梨，黃梨哈嘛，還有組裝之類。當泰黃梨哦，安泰，兩把係台灣嘅特色，係咧閩南波斯菊，好嘅波斯菊都做嘛，一類都差唔多，有160公尺。哇！一類安泰公分，安泰哦，比我行較高哈。做嗰道類哦，個泰的畫面哦。好，所以就很大氣啊！有蝴蝶蘭，蘭花哈，蘭花，嘛係當泰嘅蘭花。嗰時候嘅花路哦，只路一個島誒，嗰道類。當像花海咁樣哈，清江，用上之地哈，清江，給到在大陸呢來交流哈，唔知道呢有好多乜嘅，還是有發現到乜嘅？其實我哋台灣咧，人哋燈咧哈，還是個精緻哦。咁我又發現講，人哋燈咧，佢底部有嘛，都標嘅方式啦，都冇標嘅青彩標。上看唔到唔怕係，上講看唔到，唔過我哋都對一部分我哋還是個注重哦。當要求，係從要求我哋還是哈，沿着骨架哈，一啲樹啊，係，個燈咧是樹啊個夾。係，唔係睇到燈哈，你拆開嚟看，個燈咧都安尼撐嚟撐去，叮咚咚，有時看嚟個唔係個關咯。但係冇咁樣嘅地方啦，嗬。係。嘅
听讲呢，又还有去新加坡来交流，是吗？也会部分都不同才的缘分。那时候他就是说兔年，你都会有210胎，一共爸爸妈妈过40岁兔的，如果退做的去新加坡，如伊在去马来西亚东禅寺，另外路两路佛光山本山，可以在大慈幼园。今年来做的21只兔的。哇，还袂做哈，做兔的嘛非常的成功。今年嘛有答应伊讲要做一个结婚的，伊安尼美国的安尼西来士，更加嘛去策划去做的哦，结婚的2公尺，2.5公尺，这运动袂了。给咱今天呢，只有讲到啊，做梦先生呢，带领和安尼台湾嘅法庭呢，到国外哈来做发扬，同时来交流，收获呢嘛係千度。佢哋下安尼先休息一下，做到節目現場再過來分享到教學當中呢，有遇到乜嘅困難，安尼休息一下。有一系列呢，现实的嘛，有接触到另外一个地方，伊会有火花的嘛，吼，佮那精彩哦，佮插把伊的声音，全场大叫，各种也是一种欢乐啦。分享真到安平方法嘅節目現場，咁你接下來呢，再請教一下王先生，好，再教佢千度嘅學生嘅呢嚟做法庭，吼，有乜嘅印象較深刻嘅冇啊？教法庭安尼都算教26年。哇，按久嘅都。除了台灣當地嘅安尼吼，教學以外吼，外企學校嘛有教生嘅嚟做法庭嘅，因為都可以周圍都在布置學校，可以講，係咪當元宵節可能都法庭，個都沙期啦，網絡迄個客家學院啦，客家台南的客家會館，我都有分一般民眾平時就可以做法庭，也就學生誒，記得都去學校除了教一點國語書學，還要教一點跳舞啊，洋戲的哦，也都青島做法庭伊哋生意對法庭佫有興趣的都像不用寒假，都規個寒假都。你夜間都家中都過放學，就全部搞工來，都停到挨都搞一點做法庭。有條生意呢都停嚟個叫嘅嚇，你就會都停16年、17年，製作嚟學嘅人，更加都做先生，都嘛去聽搞拼音，嘛像以前嘛帶一點的時間都。安布頭嘛都安布頭，伊哋嘛會停頓嚟做即係話，嘅人爸爸媽媽如果唔怕停頓先生，唔係學班，唔係總比出去教電動玩具，水動風扇教本。嗰時隻生意呢，從卡通造型呢，我做嘅迄種有經驗聽人，伊哋都講老師我做龍，做風，做孔雀啊，就好難咧。我哋咧個要做迄個睇面嘅魚哦，嗰時隻遇到嗰時愛河，有展覽嘅。按布頭看起來較正吼。嗰時隻交通觀光局有一年記得有一年，講我出差不多200件嘅作品。而且愛河嘅教育也布置起。哇，因為愛河暗藏，咁嘛吼，一標黏嚟哈。好，過來的生意呢嘛，都拍咧親子嘅花燈，老師嘅花燈演習，各位還有沙溪民眾嘅花燈演習。都按你規個寒假全部看美濃鎮。太假做嚟做法庭。嗰個對入嘅法庭，安尼有興趣，安尼有啲鼓吹用嘅嘛，都全民運動用嘅。
嘿，啊，我哋都真是哦，都会给元宵节上啊，都搞出并比所以等下考200件作品。哇，因为一只店可能做规家人乡下，系无？那所以都一种亲子活动样诶，嘛真是各有意义啊。哎，各有时生意带生意的哈，从没有啊接天哦，全部都生意接，像有时我哋全部有160个站等的来讲，全部接下来一条线出来咩，啊伊个地步要看，嗰时伊讲按照试验嘛个电路用诶，就做法等，个天路全部都会看诶，啊，佮就生意都安尼一线的看出来哦。佮等下有冇插牌的时间有冇？佮亮灯的时间，都上会叫哈，很有成就感。因为按到你要等的有冇？好啊，一条线的接全部都接好的哈。中间一个地方冇接好，都有冇办法错。啊，有时冇小心个插头个有冇？有一丝的安尼现实的嘛，有接触到另外一个地方，伊会有火花有冇？吼，佮那精彩哦！佮插牌伊的声音，全场大叫，这种也是一种欢乐啊。这样，他们虽然那时候感觉会讲后来还是觉得做花灯还是很有趣。嘿，一还记得吼，个时节有2方面吼，有乜个主题做人啊，做动物啦，还是做爱河还是样诶。cái主题的话，家都爱画的全部用水果啦，水果啊，水果植物啦，还有那公仔，动物，那个，按人啊，爱高手必的先去入手啦。较难吼，伊唔好势做，讲讲做的唔强，系嘛？佮还记得就是教小朋友的时节哈，新年的时节，嘛有一等于小一神奇的事情，你很记起绕嘛个垃圾桶系嘛？对啦，就有时啊来讲，我哋同个安尼一条线哈，同个身体看的时候，演呢，我哋没用梳安尼啊，我哋都用水干的啦，水桶的啦，奶粉干的哈，去演的有冇？安尼看，比用个安尼力量哈，去同个演看出来，个讲，啊有时还会讲。啊，去捞垃圾桶，阿姨也都真是都可以跟着，他说你别做梦啊！哎，老师，你今晚没帮阿姨捞垃圾桶啊？误会一场，误会一场哦，所以也嘛一等一下，这都很好，很好玩的回忆啦。啊，其实就是那种学习，其实花灯就是一种，不只是一种艺术，也是文化传承。然后呢，你看它要装电，对不对？装电也是我们自然啊，讲了老半天电路，不如来自己接一接。然后那个呢，我说要做圆的时候，我就说你要做多大的圆，我又把圆周率，又搞一下了，马跟乳融合在一起了。那当然这个部分，我还是觉得说，如果能够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的灯，不是只有元宵节，那又是更好。跟除了搞小朋友，嘛要搞大人吼，就是教大人，有嘛该查偏无，有嘛无强用。其实大人咧来讲吼，有生人都个天真嘛，讲嘛个伊愈重啦。以后大人愈当然有一家想法，伊上嘛个像有时啊，人去台湾灯会个地步，一个演习场路有差不多130个人来参加时间，伊都有130个想法。啊，伊要做嘛个，我哋都尽量提，好批下。啊，我哋要建议伊讲，甲厝诶也要主体，好，可能主角之外，主角，啊，我哋做一些配件来做也陪衬，要也整个花灯的气氛，氛围更好。好，啊，台人的想法当然愈丰富啦。啊，台人吼，愈明白个书啊，我不一定讲嘿，安尼哈，根本做下定规矩啊，同人老公讲哈，
讲我迄阵根本做毋得煮菜的，有书爽嘿嘛？没煮啥啦，都熬起来熬啊滚啊讲，哎人不开咧，无咧，明白我听人讲，根本同人欣赏讲为外食，唔煮菜，休息一下咧吼，因为嗰度欢迎家嘛，就参加咧。做诶嘛清好吼，清幽。给王先生呢，这教学研究的，同时呢，做法对嘛20人年的吼，非常的有心得。给由此度呢，台湾嘅法庭还做点样板来进步，还你讲呢，你想去推动样板嘅法庭有冇？那本身像安尼创作按导演有嘛哈，还都本身就过希望创作有嗰种有幸福感的，啊，可能过感应啊，像新娘啦，啊。有一全家和乐融啊，像係有一個都技工嘅吼，給嘛帶子，給嘛吼，都過希望那種誒，都希望講，有時同樣的題材，好，也生活化，好，那我都想講，像我哋台灣你也會發展吼，可以方案都做到講，永久萬年的吼，像嘅。平常避水啊，有時我講嘛做環保花燈嘛，其實一定去買塑膠嘅東西，慢慢做做嘅，咱來實業展覽過後就變垃圾嘅咩，基本唔係冇按環保，係冇按環保。嗰時候我問你咪講，像我哋舊嘅部分，嘅國家就做到硬場啦，嚇，都會可以換，嚇，安尼，要企嘅弄杯又蠻唔夾容易啦，嚇。我咪講，也蠻過環保，要聽一點都講，其實我哋創作東西，中間唔係講佢元宵節，咱就輕鬆下可以也發在你的生活中，生活中掛咧劇堂空啊，嚇，像係也要嚇金菇誒，清講，細細嘅嚇，面有啲嗰度搞嘅民眾來好嘅時節，伊都做好嘅，都掛返去錄卡，係，安尼咩都可以，面嘢都可以看到呀，冇那邊度講避水，有時避水東西講青苔，避迄個又唔係抗癌有啲問題，還是建議講等人嚟將嚟去搞嘅時候會同一度好個欣賞喺度講，有咩啊？好避水迄個。最好可以，可能哪人好搞誒，當歡迎光臨你哋，好冇多種好搞嘅啲指標部分，裝置藝術，安尼唔會弄黑，嚇，我都目標我想講，推廣完啊，我還是要提你講，可以做到生活美學。係，佢除了按樣，還有最講嘅青島客家嘅元素啲地度，係嘛？係我平常我就對下客家部分。客家學院哈，我都台南客家會館嗰度，搞成都不過都樣都好，每一個部分我把客家的部分，好，可能係做金菇我講翅膀，就用客家話布，我做又咪搞一點那種小小的香菇啊，咩人講甲當個咩看一點的客家話布，客家嘅菇誒就錯呀。所以呢，嘛最講嘅青島客家嘅變化啲地度，吼嘛做一個就係推廣安尼客家。嘅今邊呢，當感謝就係王先生來到節目當中，留大家來分享到按度吼法庭嘅故事，謝王先生。感謝。今邊當感謝法庭先生王明鳳先生帶到按度法庭嘅故事，讓大家涵蓋認識。希望呢，做一個王先生帶到青島嘅學生嘅呢，涵蓋做出涵蓋到講嘅法庭，讓大家嘅生活涵蓋豐富，心情涵蓋好哦。安用方法，安尼下次再會。今邊現場表演青島王明鳳先生嘅作品，喺訪問嘅時節就知道難嘅幸福。當感謝呢度優秀嘅藝術家，一齊交流討論，一齊研究開發，一齊挑戰自家。用大家當做一個啲美年圖，就做一個欣賞到講嘅法庭，用大家嘅回憶就非常嘅滿足。